你好，我係布蘭尼克李格斯博士。作為一名擁有20幾年經驗嘅家庭醫生，我有幸通過我所謂嘅基礎健康，幫助患者建立更健康嘅生活。基礎健康意味住解決健康、營養、消化同整體平衡等基本方面，以便你嘅身體獲得所需嘅支持，從而發揮最佳功能。呢個就係科學所講嘅體內平衡。我知道開始呢段旅程係幾咁令人難以承受，外面有咁多互相矛盾嘅建議，加上咁多產品，真係好難知應該由邊度開始。所以我好開心可以為你介紹基礎健康套裝。呢個係一個天然以研究為基礎嘅方案，幫你感覺更好，有更多精力，仲可以為你一生健康打好基礎。而最正嘅係咩？每日只需要2分鐘就搞掂。你要明白，關於健康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，就係你身體嘅細胞要正常運作，靠住2個關鍵因素：營養同埋通道。營養可以提供你身體所需嘅維他命、礦物質同埋細胞生長嘅基礎，但如果你身體嘅細胞通道唔正常運作，營養都發揮唔到嘅真正嘅作用。呢個時候，精油就發揮作用啦。精油可以幫助支持呢啲通道，令你細胞之間嘅溝通同運作都更加好。佢哋可以為你身體創造一個理想環境，等營養可以被吸收、處理同埋有效利用。當你用精油去優化細胞通道，再加上營養補充品提供適合嘅營養，你就真係俾啲身體所需，從細胞層面開始打造持久健康。做法就係咁樣。你可以用 VMG 加開始，你哋一日呢款營養飲品包含咗全食物維他命、礦物質、益生菌同超級食物，佢專為補足你飲食中嘅營養缺口而設，仲可以為你身體提供真正能吸收嘅營養。事實上 ，VMG 加採用先進嘅脂質體技術，吸收率比一般維他命高得多。維他命 C 吸收率比傳統維他命 C 高4.1倍，脂質體鐵吸收率高6.3倍，有助提升能量同活力。佢同佢都更加容易被身體吸收，有助骨骼、肌肉同心臟健康。呢啲營養素喺你血液入邊最少8個鐘之後都仲係活躍，代表你身體真係用緊嘅嘢。再嚟，大部分人都攝取唔夠奧米加3脂肪酸，而呢啲對心臟、大腦同關節健康都好重要。Omega 加提供高質素魚油，仲加入咗野生橙精油，令奧米加3脂肪酸更易被身體吸收同利用，等你身體可以攞到最大好處。最近一項研究顯示，100%嘅參加者奧米加3脂肪酸水平都有顯著提升，心跳率亦都明顯下降，而舒張壓都同時降低咗。健康腸道係整體健康嘅基礎。所以我哋要講下 PB Restore。PB Restore 係一款先進嘅益生菌、益生元同後生元混合配方，可以一齊協助平衡你嘅腸道微生態，優化消化功能，增強免疫系統。最後，精油可以即時為你嘅健康帶嚟強大嘅好處。只要搽或者聞薄荷精油，就可以幫你提神醒腦、提升專注力，仲有助消化。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講過，營養素同細胞通路一齊合作有幾重要？所以呢個早晨習慣咁有效。精油可以為你嘅細胞創造一個理想環境，等佢哋可以正常運作，而補充品就提供你身體需要嘅重要營養素，令你更健康。兩者結合，為你嘅身體打好一個終身健康嘅基礎。但健康唔淨只係你嘅早晨習慣咁簡單，重點係你點樣咁成日都照顧自己嘅身體。所以作為基礎健康套裝嘅一部分，你每個月都會收到一支5毫升嘅基礎精油，連續12個月，訂閱頭1年都會有。每一款精油都係專登佢哋配合你嘅健康旅程，為你提供天然嘅放鬆、免疫力支持、提升能量同埋幫助復原嘅方案。例如乳香可以促進細胞健康，支持整體活力；薰衣草可以幫你舒緩壓力，仲有助你睇得好嘅。On Guard 可以增強免疫功能，保護你同你屋企人嘅健康；而 Deep Blue 就可以舒緩肌肉，幫助運動後復原。其實呢啲精油唔淨只係香味咁簡單，佢哋係強大又天然嘅健康工具，幫你用簡單有效嘅方法掌控自己嘅健康。
你嘅健康唔需要複雜，所以我哋一齊簡單啲啦。基礎健康套裝會俾你所需嘅工具，等你可以實踐基礎健康，30日內就見到真正嘅效果。加埋基礎精油嘅額外好處，你就有齊一切所需，可以為長遠健康打好基礎。